来看家己记得，才有一阵阿公呢，因身躯边拢无人来甲因照顾，一直以来拢毋捌过父亲节。华山基金会记得分站就为着要照顾独居的时段，配合着在地幼稚园专工举办父亲节的表演活动，希望伫咧父亲节即天，互在地独居的时段感受到热烈的气氛。幼儿园的囡仔唱歌佮跳舞，替现场阿公带来表演。看到有遮侪囡仔陪伫身躯边来庆祝父亲节，现场阿公大家拢真欢喜。幼儿园就表示，借着这个活动，除了照顾在地长辈，嘛互囡仔学习甲长辈之间的互动。我们的家庭里面呢，阿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然后呢，跟着他们的互动，也是需要在学习的，因为平常这样的机会足少的。大家心情做欢喜，看起来敢若家己孙啊，安尼做欢喜安尼。华山基金会二地分站知影二地稻草，才有一寡长辈，因为各种原因，真久甚至是拢毋捌庆祝过父亲节，所以才会来举办这个活动。就长辈讲，这是伊60几年来第一届有人替伊庆祝父亲节。切蛋糕，啊，佮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手作，吼，咱希望讲会使互因感觉讲，囡仔伫边仔身躯安尼陪伴的感觉，啊，互伊感觉讲，哦，因毋是一个人伫生活。68岁到现在都第一次啊。啊，遮侪囡仔陪你有欢喜无？高兴，真的高兴，好可爱的小朋友。二地乡公所表示，嘉义县是台湾上老的县市，二地乡嘛是嘉义县前3名老的乡镇。虽然有长照的资源来照顾老大人的生活，也是需要民间团体的力量来维持因心理的健康。透过双边的合作，做伙拍拼，替偏乡的时代提供更较好的生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